喺開源方面咧，主席我亦都提咗一個觀點，就係話我哋要拼經濟謀發展，唔係淨係財爺或者係財金官員單方面幾個人要做嘅事情，應該係整個特區政府一齊去諗嘅。譬如話今日我哋在座有兩位局長啦，教育局長喺度，保安局局長喺度。發展教育嘅產業，咪就係可以幫我哋增加香港發展經濟嘅一個財政收入咯。保安局局長最近亦都做咗一個好正面嘅工作，就係佢將我哋一啲嘅入境政策咧係做咗一個調整。譬如話，我哋以前諗紀律部隊通常都係除暴安良，保障市民嘅生命財產安全啦。但係其實佢哋亦都可以為我哋嘅經濟發展咧係做出一啲嘅貢獻嘅。入境處最近負責執行嘅一個叫做特邀人士入境便利嘅計劃，喺短短1個月就已經發出咗240個邀請，涵蓋咗工業、投資、航空、法律等等嘅專業人士，邀請佢哋嚟香港進行活動或者係投資，又或者我哋嘅海關亦都係積極向各界咧係推廣海關提出嚟嘅便利營商嘅計劃。包括咗空陸鮮活產品專屬快線、自由貿易協定中嘅轉貨物便利計劃，呢啲都係為香港進行一個招商引資、便利營商、創造良好營商環境嘅一個動作，亦都係能夠為我哋創造好多經濟。又或者我最熟悉嘅就係環保方面。以往我哋一聽到環境生態局就係諗我哋又要貼錢去資助我哋一啲嘅環保業界啦。但係其實環保亦都係可以幫助我哋香港嘅經濟發展。只要我哋將一啲嘅特區嘅政策拆牆鬆綁，就可以為我哋嘅經濟咧引入新嘅動能。好似頭先恢復二讀嘅氣體安全條例，政府就係喺政策上面咧，為我哋嘅氫能發展、氫能產業咧係拆牆鬆綁，引入一個新嘅經濟系統，讓我哋咧有更加多嘅財政收入。以往環保局咧，佢去做一啲嘅回收嘅時候，好多時都係要特區政府問財爺去貼錢去補助呢啲環保產業。但係喺最近嘅新嘅生產者責任制嘅規範嘅框架之下咧，膠樽啦、紙包飲品呢啲就由以往嘅政府導向、政府補貼啲企業去做，變成為一個市場導向，從一個政策嘅層面咧，係去鼓勵我哋嘅一啲嘅回收商咧，係去做呢啲回收嘅物料。呢個除咗係將我哋一個財政嘅責任轉移咗之外咧，更加重要嘅就係鼓勵我哋環保業界去創新同埋提升佢哋嘅技術，自負盈虧，為我哋嘅環保產業咧做一份嘅貢獻。所以主席，拼經濟唔係財爺一個人做嘅事情，係成個特區政府。你聽落去可能同佢好似冇乜關係嘅政府部門，但係只要你認真諗一諗，拆牆鬆綁，調整一下你嘅公共政策咧，都可以為特區政府咧創造唔少嘅財富。所以我都好希望咧，好似我頭先講嘅3個政策局之外，其他嘅政策局都能夠係用一個正面嘅態度，為我哋特區政府開源去做一啲嘅努力。